美好的侍奉啊，他们有的是2场都要服侍了哈，可以请他们先这个做休息。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哈。那感谢主呢，我们的公报社有委托刘立仁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要来分享，要来报告、请安跟见证哈。那牧师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第一个就是教会公报，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文字机构，公报本身已经100多年、150年了哈。那我们长期都在支持教会公报的福音工作。以前这个报纸是真的很难得，不简单。我现在已经开拓各种领域了，等一下我们可以透过影片来认识哈。那只要我们常常我们在手中所接触到的就是教会公报，那更常接触的就是每一个人周报夹着那个更新周刊啊，还有我们每一天灵修所使用的新眼光读经手册。那这些都是透过教会公报我们的文字机构来帮助我们所以要唤起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代祷哈。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刘立仁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是台南神学院的图书馆的馆长哈。他本身不只是在专业上在神学上有好的造就在教会服事也很有经验哈。刚刚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问说你几年毕业的哈？一听说哇，怎么差那么久，差那么多？我比他早毕业30年，不得了，不是3年是30年的，所以可见他多年轻了哈。那感谢主，新一代的牧者有新的眼光哈，有新的神的恩典所以他以前是出生在凤山教会哈毕业后都留在神学院工作其实他平常也在教会服事了哈。现在我问他说，他现在在南门教会也帮助一些事工。很感谢主，他要用新天新地新眼光来勉励我们大家。我们用拍手来欢迎他，谢谢。夏牧师以及谢牧师，还有亚罗传道，我们富强教会的长子同工以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总会的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富强教会，来跟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请安。我想这也是我来到台南中会应该算第一次来真的在主理我们的礼拜。过去我曾经有参与过我们这个青少年牧区他们的礼拜6的这个专讲的活动。那这几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但是感谢主的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仍然看到上帝持续在带领我们以及看顾我们。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新天新地新眼光这个主题，要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那一起也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省思。那在分享以前，再次邀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圣洁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姐妹，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护者。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也借着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渴慕更深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由你的圣灵来引导提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台湾这段时间，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病毒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就像进入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适应的新的环境。不过最近牧师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研究，他说戴口罩会提升我们60%的颜值。旁边的弟兄姐妹看一下，是不是觉得他今天特别好看？给他一个赞，好不好？也表示我们乐意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上帝。那也给他比一个小爱心，告诉他，耶稣也爱你。不过事实上，当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疫情的影响，台湾其实受到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
这中间我想都有上帝极大的恩典以及保守跟看顾。我们可以从国际的新闻来看到说，美国虽然感觉疫情已经慢慢的消退，不过其实在这个 Omicron 也好，或是新型的变种的病毒，慢慢的还是有一点点升温的感觉。那法国也最近也成为第6个确诊数超过1000万的国家。那我看到我们的周报都有在统计，我们每一年每一个礼拜，好像这个确诊人数，台湾也已经超过400万了。那全世界整个确诊的人口已经到达了5亿6千万以上的人口。在全世界大概超过90%的国家的实体的课程受到影响的状况底下，开始慢慢的衍生很多这个所谓线上教学的模式。所以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教育环境已经从这个跟老师面对面的环境，然后改变，为了保护这个师生健康开始变成所谓的远距教学的网络教学的模式那网络的教学当然除了工具啦、教材的使用，那还有几个关键，就是老师要学习对着镜头来讲话。那有可能这个学生是跟你没有任何互动的状况底下，老师自己要去完成这样的教学。那可能还要去评估说，那最后学生他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老师上课的内容？或者是那学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又吸收了多少？因为当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老师可以透过学生上课的态度、上课的姿势，然后去了解，学生他到底有没有专心在上课？可是当我们透过网络的教学，老师就必须要去改变这种评估的方式。我记得在上个学期的学期末，那小朋友的学校开始宣布说要线上上课。那后来就一直线上到学期末了。学生最关注的是什么？学期末要怎么考试，对不对？要怎么测验？那我的小女儿就很高兴，因为国小最后不考试，所以她很早就开始放暑假了。但是大女儿国中最后就学校要求实体回去学校考试所以当一边是天堂来的消息，一边是地狱来的消息的时候，大女儿的心就有点郁卒了就是看到自己的妹妹已经就是开开心心的在放暑假了但是她自己还要去面对这样的考试。不过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教育环境，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挑战。那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其实也进入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作是新天新地的改变。我们开始称在教会里面的礼拜叫做什么？实体的礼拜，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有所谓的线上网络的礼拜。那跟着政府我们这个防疫的作为，我们的聚会通常也会跟着政府它的规定，然后去做这个我们说顺时钟的调整或是应变。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启示录21章的前3节，他告诉我们说，在新天新地的中间，有一个新的圣城从上帝而来，降临在我们当中。他说，上帝的会幕临到我们中间，上帝本身也要跟他的百姓同在。透过经文提醒我们的是，一个新的敬拜模式当中，上帝同样运行在这其中。这让我们也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的18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在什么地方做礼拜，相信上帝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管是参与在实体的礼拜，还是网络的礼拜，都能够领受到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但是也因为这样新的这种礼拜模式的产生，让我们教会其实也同样产生了很多不一样新的挑战，甚至也透过这样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新的功课需要来学习。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学生的网络课程，其实这已经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教育的平台在做这个网络的教学。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技术有一定的成熟度。但是当然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那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那为了增加学生的来源，那有可能要配合这些上班族，然后也有这个有机会接受这个在职的教育，所以很多大专院校其实早就实施所谓这种线上教学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当疫情严重的时候提出这种网络教学的需求，对于这些学校来讲，那事实上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想的是，那如果是平常没有在使用这种网络礼拜的教会来讲，可能当我们开始要做的第一步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管是开始做也好，或是正在做也好，我们如果问我们负责的同工，就会知道，一场实体的礼拜跟一场网络的礼拜比较起来，其实网络礼拜在准备上面，它有一定的困难度。那特别我们都已经习惯这个所谓高画质的时代，有时候影像或是声音，那设备如果不够好、不够齐全，可能当我们在透过网络做礼拜的时候，那种会因为画面或者是声音的品质来影响我们做礼拜的专心度。那连我们自己神学院在办这个神学讲座，那为了确保这种网络的参与者，他可以跟参加实体的讲座的人一样，可以清楚的接收到讲师的讯息，我们甚至也就都一样，要必须在前一个礼拜、前几天就开始去测试这些的装备。确实，虽然透过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更多元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参与在礼拜当中。不过，牧师今天要带大家来思考的是，当这个举行网络礼拜的时间点，我们开始也要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对礼拜的态度是如何。特别是网络的礼拜，我想我们更需要常常警醒我们自己，因为来做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你可能会有因为很多的因素，下雨天、塞车，你到教会有可能会迟到。但是参加网络礼拜，我们通常只要手机打开、电脑打开1-2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连线参与。所以我想不管我们参与在哪样的礼拜的模式当中，相信我们都需要学习准时来到教会参与礼拜。网络的礼拜其实有时候更加需要专心来参与，因为没有人看得到你在电脑或是在手机前面做什么样的事情。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间教会这样子提醒他的弟兄姐妹，就针对直播做礼拜的时候，他说不要穿内衣裤，不要躺着，不要吃东西。我不知道线上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在教会不会一边做礼拜一边吃早餐，我们参与在网络的礼拜当中，就一样学习专心来参与在礼拜当中，不要一边做礼拜一边做自己的事情。甚至我们来到教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参与在网络礼拜的过程当中，学习用同样的态度参与在我们的这场礼拜。那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透过这种新的礼拜形态，开始有机会来检视我们教会的体质是怎样。如果我们在主日打开网络，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教会都一样用网络在直播他们的礼拜。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你会发现选择很多，但是你不知道要选择哪一间教会。有的人也会因此开始来比较，这间教会的直播画面比较好，你看这间教会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好听哦，跟我们教会的不一样。确实选择很多，但是在这当中，我想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委身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只有我们自己的教会才是自己属灵的归属。跟你旁边的说，富强教会才是我属灵的归属。所以在不同形态的聚会当中，
重新思考怎样委身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同样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他提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所谓消费主义的想法。消费者会有什么想法？消费者买东西，他会先去比较价钱嘛，一样的东西在这边买比较便宜，在这边买好像比较贵一点。或者是他会去比较哪一间店的消费比较好。你看这一间店的店员爱理不理的，这间店的店员90度鞠躬欢迎客人，那就会去选择，就会去讨论比较，然后来决定他要选择去哪一间店。但是呢，消费者也不一定会去固定同一间店来做消费，他会随着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喜好来做出选择。现在如果我们要去买一包饼干，我们有哪些选择？全联、大润发、家乐福、7-Eleven、全家、好事多，很多选择。这个就是消费者他所遇到的消费的价值观。我们有时候也要扪心自问，有没有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比较哪一间教会比较会探访？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跟我分享，他曾经遇到一个会友，他会故意跟2间教会说他身体不舒服，然后看哪一间教会比较早来探访他。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许多网络的现象、世界的价值观，其实一一的在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来消费教会，反倒是要来学习委身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但是委身也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反而是要来思考的是，以我们自己的恩赐，以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要怎么样委身在这间教会当中？不是只有来参加礼拜就叫做委身在这间教会里面。因为疫情的关系，开始让我们不得不去调整我们聚会的模式。有时候我们也会暂停所有的活动或者是聚会。就我知道，我们好像松年团契8月才要开始重新有实体的聚会。那在这当中，可能也会有同工有一些想法是：如果暂停聚会，会不会这些人以后都不回来了？大家都习惯在网络上聚会就好了。那当然也会因为随着某一些疫情的状况，特殊的族群，它有不得不的作为。譬如说，我知道我们像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大概是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族群，因为有的小朋友还没有办法打疫苗，所以我们就会因为这些防疫的作为来做不同的聚会调整。不过，就像牧师刚刚所讲，这对于台湾的我们教会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去好好的检视我们自己教会本身的体质是怎么样。不管是在实体的礼拜，或者是网络的礼拜，其实我们为了要维持礼拜的举行、活动的举行，我们需要比平常更多的同工参与在这当中。如果过去我们有些教会为了举行实体的礼拜，我们需要有量体温的，我们需要有代位的，然后甚至在礼拜以后，我们需要有消毒环境的这些同工。那为了网络礼拜呢，我们原本有影音的同工，然后又要增加录影的同工，还要增加把这个影音放上去网络上的资讯同工。那为了维持整个教会的礼拜，其实需要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在服事当中。那相信我们在每一个主日的礼拜，我们也都有这个记录我们出席的人数。那这个也是记录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教会礼拜当中很重要的凭据。不过当然有人也会去批评说，我们不要只在意教会这种人数的成长或者是数据等等，我们也需要去注重什么？弟兄姐妹值的成长。不过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是，在这种点算人数的做法里面，是不是也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如果从圣经来看，
民数记的记载当中，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做过所谓人口点算的这种动作，就是上帝他吩咐摩西要去按照家庭、按照宗族来点算人数。这个我们可以在民数记的第1章第3节他所看到，他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数点。上帝也要摩西去点人数，但是上帝说要点算那些能够出去打仗，因为这样的点算才是有意义的点算。所以我们要再次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点算人数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间教会里面做礼拜，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其中有多少人是准备好要让上帝来使用的？或者是说，当上帝用他的眼光来点算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是会被上帝数算在内的？所以在这里要用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所说的，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邀请我们一起委身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也以实际付出行动来服侍我们的上帝，也在这当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来服侍。在台湾已经进入到新媒体的时代当中，其实教会公报也需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以及他们的转型的经营。那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公报社它有透过很多不同的方面在持续服务台湾，服务我们众教会。除了我们每一周可能可以看到的台湾教会公报，以及这个更新，或者是每一季的新眼光读经、少年新眼光、甜蜜亲子报等等，这些透过让众教会免费索取、自由奉献的做法，除了可以满足我们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信徒的需要，当然也成为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可以使用非常好的文字工具。一直以来，这都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我们祈求上帝的带领，让上帝的话在这个新的媒体时代，自己来向这个世间的人来说话。特别在台湾仅有不到10%的基督徒的情况当中，让教会公报文字的福音事工能够继续生根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接下来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除了帮助我们了解公报社的经营目标，也一起来了解公报社在经营上面的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我们让上帝不变的爱透过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像是圣经充满我，利用自己的抄写，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自从2天前，阮的长老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有当时会亚线毋过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上帝是互我有气力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才会当体会。看到这个相信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在教会都可以看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些刊物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是公报社的众同工用很多的心力来规划以及编辑。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努力，是因为我们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媒介，而文字有最温柔的力量。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
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在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圣经上面记载着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1-2年当中，我们共同经历了 COVID-19 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对我们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我们也共同感受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终必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切艰难的困难。感谢各位兄弟姐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支持、关心与奉献。由于你们的支持和奉献，让我们一路走来，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依旧坚持着要将这份文字事工所带来的力量，能够与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也请各位兄弟姐妹继续为着我们每一年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来关心支持。愿上帝赐福大家。在这边也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刚刚我在第一堂忘记讲了哦，在7月22号，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就是我们公报社第一台所使用的印刷机，会在台湾文学馆。它有一个活动，就是文学馆文化部他们跟我们长老教会借这一台印刷机要展览，那个活动叫做“江湖有字在”，文字的字。那这个也是跟公报社一起合作的，可以去我想透过去看这一台印刷机的故事，也更能够了解我们过去长老教会以及甚至宣教士他们在推动文字甚至教育的事工方面的这些历史跟历程。那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一般的民众他到文学馆的时候就能够去参观，那个就是我们长老教会很重要的资产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在7月22号就下个礼拜5之后就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展览哦。那最后再次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着教育公报社他们所做的事工来关心代祷，也照着我们个人的感动为公报社来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面对惊惶不安的状况，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平安；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当我们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时刻来提醒我们。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奉献的心智、才能以及金钱，是能够得着你的喜悦，也引导我们明白什么是主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善良、蒙你喜悦以及纯全的旨意。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刘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